想入手你嘅第一張 CH24， 但一見到咁多木色、醒色、尺寸配件就開始覺得無從入手。等我哋 MyConcept 幫你一齊揀 CH24。第一個重點，尺寸唔好靠估。CH24 最靚嘅係環抱扶手，餐台底部同埋地面之間最少要有72cm， 張凳先可以推得入，先可以保持飯廳視覺上嘅整齊美感。第二個重點，買 CH24 唔好淨係睇張凳，仲要睇埋全屋嘅配色，例如地板係淺木色，凳就要揀深色 walnut 或者其他深色嘅版本。如果你中意 Japandi 或者 Wabi Sabi 風格，就用統一法 tone on tone。但記住一個細節，當全屋嘅木色太接近，一定要有一張有質感嘅地氈。第三樣係最多人忽略嘅細節，就係 CH24 嘅指繩。CH24 指繩雖然有薄蠟保護，但係倒瀉深色飲品或者牛仔褲甩色。第一，加裝 CH24 原廠皮革坐墊，保護昂貴指繩之餘，舒適度亦都可以大大提升。第二，如果想直接坐喺指繩 ，Black Paper Cord 會係又型又實用嘅選擇。最後一個真係行內先會提醒你嘅細節，記得換上原廠 Felt Glides， 拉動張凳嘅時候會非常順滑，唔會刮地面，仲可以減少聲音。最後再送多你一個黃金配搭 Formula 1.4至1.5米長台，每邊放2張 CH24， 比例最平衡。1.2米圓台配4張，每張之間有10至15厘米嘅呼吸空間，線條最好睇，張凳型收得更深。1.5米嘅圓台放6張 CH24， 成個畫面就會好似一朵盛開嘅花，大氣舒服，每個人都有足夠嘅空間。記得 DM 或者親臨我哋 MyConcept Showroom，等我幫你一步步砌出最適合你嘅 CH24 組合。